来去看世界，来看日本的手脚球是这款传统工艺已经有9000年的历史。这款用丝线编起来的球，制作要做是了时个了工。若是要做好一粒球，上爱几啊礼拜，甚至几啊个月。要毋过伫日本，即摆也是坚持用手工来做，只不过讲愿意学的人愈来愈少，恐惊会失传。针长一位球体细过丝线，各将针揪出来。荷兰人咧做的球体是伫日本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手足球，这是为中国当代传到日本了后，发展用手拼甲耍的七头命，了后豆豆演变成做另类的传家宝。日本の本当に古い文化なんですけれど、香川県の讃岐かがり手まりっていうのは。主に江戸時代に作られていただろうっていう手間になんです。一般手足球有无同款大细寸尺，会用真方法几何图或者是花纹装饰。其中国以编织手足球象征美观。在日本四国岛北边的香川县，就是制作编织手足球伫全球出名。因为香川县古早就是战旗国，所以做叫做战旗编织手足球。不过要做，就要先做好球体球心。一番難しいのはこの元の土台まりですね。もみ殻をお寿司で包んで糸巻きつけてこの球体土台になるまりを作るのがやっぱり何年経ってもうまくいく時といかない時があるので。战旗编织手足球保存会会长黄木英子表示。做好球体了后，就用多样设计，每一粒球拢一条线代表地球的尺度，要求更较侪到顶部甲底部的线，用引导做的人编织出多样。同样会用各种天然食物成分染色的面线进行编织设计。不过，这项传统技艺费时阁费心，即马只剩10几个女性技师才能制作出符合标准的编织手足球。黄埔兴做万碳训练节制作师傅，常常爱用10年以上的时间，要好愿意继承传统手工技术人才愈来愈歹找，未来恐惊面临人才断层的危机。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